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GK 動漫。今日要講嘅人物係嚟自美國，年僅21歲，佢個名叫做 Otto。在2015年，他參加了旅行團去北韓旅行。其實如果以外國人嘅身份去北韓旅行，待遇應該很不錯。當然是為了展示給別人看北韓其實有多好，所以外國人住嘅酒店通常都是非常漂亮。而今次Otto住嘅嗰間酒店有47層高，裡面有旋轉餐廳，有保齡球場，有酒吧同埋卡拉 OK， 總之絕對不會失禮。不過講真，在北韓旅行並非想去哪裡都可以，所有行程都已經安排好，而且不准拍照嘅地方千萬不要亂拍，即使心中有疑問，最好都不要問。這次Otto旅行團已經參觀了好多北韓著名嘅景點，也參觀了金日成同埋金正日兩個巨大銅像。其實當日美國同北韓在政治上嘅問題有好多，美國亦叫國民唔好去北韓旅行，但很多人都覺得北韓非常神秘，好想去看看。講到Otto當日參加完行程返酒店之後，大家有一段時間都揾唔到佢，不知道去了哪裡。同房在大約凌晨4時回房時，才看見Otto在房間裡睡覺。到了旅行團回國那一天，在機場有兩個軍官出現帶走Otto，不知道發生什麼事。Otto被帶走2個幾月後，才有他的消息。在見到Otto時，竟然在北韓的高等法院裡。原來Otto被拘捕原因指控他犯了北韓刑法第60條，即是顛覆國家罪。有證據就是在閉路電視裡面，竟然拍到2016年1月1日凌晨在酒店裡面一條員工專用嘅走廊裡，閉路電視影到一個模糊身影走近牆邊，在牆上拆了一張海報放在地上。那張海報是一張政治宣傳標語，內容是讓我們以金正恩嘅愛國精神武裝自己。北韓檢控方面說，拆除這張海報是非常嚴重政治罪行，判刑15年。之後就全無任何資訊，美國政府亦幫不了忙，沒辦法營救Otto。直到17個月後，2017年6月份，終於有了消息，就是 Otto 已經昏迷，已經失去了意識，由一班醫生和外交人員將他送回美國。不過回來嘅Otto即使昏迷咗，亦看出他與之前嘅Otto完全唔同，已經係一個植物人。到最後，Otto嘅父母做了一個非常悲痛嘅選擇，就係幫他拔喉。回來美國6天便過身，這件事震驚全世界。之後北韓政府都有出來解釋，Otto是感染了一種罕見嘅嚴重食物中毒，叫肉毒桿菌，但是真相就沒人知。這事就告一段落。Otto這事就告知大家，北韓真是很危險嘅國家，想去旅行嘅人士請一定要小心。好啦，今日就講到呢度，請大家俾個 like 同埋訂閱，多謝大家。